台湾话艺术水果好，古今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台湾话是台湾底深坑，古今今日要甲你研究一个，我唔知。国情啊，你唔知啊，摕来遮讲，唔是我要甲你请教。咱比一个来讲，台湾人咧讲哈戏流目油，啊若伤心流目屎，嘿咩？这摕你解说，唔是你华语、中文，咱咧讲北京语。这两项无分的，哈戏的时阵流出来，目睭流出来的水，嘛是讲眼泪；伤心的时阵流出来，嘛是讲流眼泪。啊，对国情啊，北京语无分的，台湾话哪有分？我就是要请教你讲，奇怪奥妙的，什么人去甲分出来？你真正甲懵，目睭流出来，这个水都唔是由你，莫非是为着讲互相要区别？你伤心的时阵，你所流的是目屎。一滴一滴的目屎，啊，毋过，若毋是伤心，毋是艰苦，目眶无红，敢若是人咧舔咧哈气，流出来是目油。台湾咧分有影油，到底什么人分的我毋知。当然，我要甲你请教，佫毋若即项，佫另外一项，什么人甲分的我毋知，嘛，但只甲你互相探讨甲研究。较早咱民间一句话，当然啦，一个所在有一个所在的风俗，一个地头一个国家。有一个地头，一个国家无共款的欠算。台湾人老辈看到乌鸦，心内会切一个，因为乌鸦是香鸟，吉祥味道先有调，吉调，好的叫做好吉调，歹叫做歹吉调。啊，毋过认真你甲看，这个汉字，这个汉字吉，都是吉祥如意的意思。吉调这两字应该是表示好的啊，毋是？伫台湾话内底，什么人甲区别出来？因为照讲，吉调这两字伫台湾话变做啥？变做一种线索，一种暗示，一种提醒。好的，甲讲做好吉调；歹的，讲做歹吉调。这甲字幕的解说都已经无共啊！什么人甲区分出来？我真啊唔知。不过社会即摆大家拢安尼讲，我阁专工去变。日本时代台咧大书店，日本时代人就安尼用啊，表示讲吉调，咧表示一种暗示甲提醒即款用法。上无啦。已经上百档啊啦！啊，什么人说？什么人去甲分别出来？用好甲歹去甲分别出来？我唔知，唔则讲用这项节目来请教朋友。老辈你若知，换你来甲国情看教，甲国情来指点解说，互我知。